啊，最近这段时间有不少的改装车违法组织伫南部欢迎霸道的批车比赛，包括嘉义、高雄、屏东拢总有。咱的记者嘛问到，对这类的比赛较知影的车友，因讲像这种违法的竞赛，拢是私底下来组团来招的。因为为着要来省这个场地费用，所以拢选伫个深夜，或者是较袂引起到警方注意的所在来竞赛。但是其实拢有一定的危险性，若互查到有危险驾驶的行为，相关会当罚款36000块。伫弯弯曲曲的道路，油门打落向前冲，甚至有人无要顾别人的安全，直接食鬼上黄线。40-50台改装的车伫阿里山的公路沿道来偏车，甚至发出着高分贝噪音。迄个沿东讲哦，安尼讲叫足大声吼，拢去吵着阮遮的住伫这附近的人吼，阿里山公路边这居民吼，会使讲足困扰的。睡觉的人都吵醒，数量很多。 所以很吵，然后那个声音又大。居民互吵甲未困觉，啊那高雄这边是出现着重机车翘高链危险的行为。便当时一直打油门制造声音，现场蒙烟散雾，听到指令马上来加速。最近真侪改装车违法出现伫咧南部，其实参照这款的比赛，有分做正规和车友私底下创群组团两种。路发大条啊，路都直啊，无车人顶啊。通常也会有在招募比赛的时间，那一样有分社会组跟我们的学生组。比较有在台面上的有改装的朋友就会有，然后就去了。那要找人其实蛮容易。若是以私底下组团批车来讲，大部分拢是找大桥甲步环边，也毋过因为场地无人来维护，有一定的危险性。非正规的就很危险啊！一来是他没有租场地，比如说路面不平，他的轮胎压到钉子。 那他的轮胎可能就爆了，他可能就有失控打滑的风险。6月初4，光复大桥的爆花，就因为批车传出着2死3伤严重的车祸。即摆又搁是休热的时阵，警方嘛唔敢大意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